进前有天宫的空军上校要收现金的官员，出卖国家情报给中国。检方对早发现讲，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一个姓陈少校谋杀案已经受押禁见。按照根据统计，伫咱台湾做间谍，平均判刑干那1年半，和后位国家19年比起来，实在差太济咯。而且国安法去年修法通过了后，已经超过1年，拢还未施行。强谍案持续炭烧，姓刘的空军退役上校标出吸收6个现役的陆军、海军甲空军军校，7个人拢互起诉。检方政治部队则发现讲，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的上指部嘛牵连在内。有一个姓陈少校涉案，遭到防刑押禁见。远景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警告，这是严重的国安危机。讲咱国强谍防判刑平均的刑度，敢若有年半，甲欧美各国平均19年差伤济。像我们立委的一些考察，我们去做专机的时候，他们是负责这个地勤的所以等于他掌握了空军1号还有行政专机的所有行程这个实际上是严重危害到国家安全的。近年来，我们发觉在保防工作还有反情报工作这上面有很多的漏洞。目前台湾面临上低刑度定了伤轻，地方法官就强谍案有轻判的空间。若看最近强谍案判刑的案件，刑期上重的是前陆军上校向德温签署投降承诺书，搁收乌西钱，轰判7年6个月。退役上校杜永新是犯国家安全法法定组织未遂罪，轰判4年。也那海军退役少将谢富祥是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未遂，轰判5个月。刚开始认为都爱修法，也那国安法修法伫去年5月就3读通过。经济间谍上重判12年罚1亿，不过正院拖超过1年，新法还未上路，应该伫立委嘛看袂落去。坦白说，我们也觉得行政部门的脚步真的应该加快，相关的主责的部会应该尽速把需要这个定好的，包括尤其是这些关键技术的部分，赶快把它拿出方案来。共谍案的部分，其实依照现行国安法都已经可以依法科以相关的刑责，所以这跟修正后这个是否施行无关。杨正仪表示，强谍会当以目前国安法条文来审理甲裁罚。修法的部分，目前要卡伫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还未认定。也若针对甲强谍发伤轻的批评，国科会副主委陈其忠回应讲，有真侪行政程序爱走，按算上紧12月份会完成审查，报请行政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